条件好，分享收看下厝的客家新新闻，我是许丽玲。对今日早晨到亚下呢，亚个指挥中心还有亚个部门单位、政府单位，喺记者会一场连登一场开，却希望讲亚下防疫以外，今日亚下听得出来开始嘅系行政院有关亚个融资贷款协助说明的记者会。今日呢，现场就会邀请人讲嘅系纾困的总指挥，希望其来做纾困总指挥嘅政务委员姜明熙。来说明相关的一个内容，接下来看。这个形式向各位做一个说明哈。那我们记者会基本上哈，当然每一天的什么样的问题哈都可以询问哈，但是我们还是会设定每一天有一个主题，那可以把这个方案介绍的比较清楚一点哈。像刚才我们主持人有提到，就是说今天主要是融资贷款的相关问题哈。那每一天大概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哈。那今天主要是融资贷款，那明天大家也关心的是有关于劳工跟就业的相关问题。那第3天的时候，主要是这个财政部的税务上的一些相关问题。那这个3个问题主要大概都是共通性的，所有产业、所有的民众都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优先排了这3场哈。那会议的进行大概是这样，就是说。我等一下会先各位做一个整体性的一个说明啊，今天有关于纾困贷款的一些相关的政策。那后续呢，接下去会请这个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哈，那个何进章何处长哈，他把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跟各位说明，然后再请那个沈部长哈做一个补充，然后再请这个苏建荣苏部长来做一些说明，然后再请顾主委说明，然后最后才是 Q&A 等等一些情况。好，那我想有关于整个融资贷款的一些纾困问题，我想，来，我等一下这个好不好？好，下一页。我想这一页我在上礼拜五的时候，基本上也有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就是说我们有 update 了，我们会持续 update， 就是其他国家目前对于整个因为疫情的关系所采取的纾困振兴方案的一些资料哈。那可以看得出来，事实上，很多的国家基本上来讲的话，政策上的主轴都有2大面向，一个大概就是用纾困贷款，就是让这个金流可以持续的运作下去。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政策上或财政上的支出，用补助的方式等等一些情况所以这2个方案，这2个做法呢，基本上它是互相搭配，而且是同时并行的不是说只能选纾困贷款而已，或者只能选这个政策支出而已事实上是2个方案同时并行的那每一个国家当然比例上来讲，每一个国家因为它的国情的关系比较不一样，所以有一些是比较高，有些是比较低那这个是第一个让大家说明好，再下一页。那这个只是让大家更就是说就是回忆一些印象嘛我们现在来讲的话，整个特别预算除了原来的这个600亿之外来，那我们会追加这个1500亿的扩充，总共是2100亿那另外还有移缓计及跟各部会的移缓计及跟基金的再加码，总共1400亿然后另外来讲的话，也会有一个融资上的一个额度，就是7000亿的部分。那这个总共加起来是1.05兆。所以那我们今天主要要讨论的主题就是最下面那个部分7000亿的这个融资贷款的一些相关运作，还有它一些做法等等一些情况好，那礼拜五事实上我也跟各位这一页也跟各位说明，我再简要的跟各位说明来讲那整个金流我们是就是全面性的雨露均沾的一个效果所以从劳工开始到中小企业跟中型企业跟大型企业，那这个对象大概有一点点区分。那劳工的部分我想这个大概就非常清楚主要劳工可以来做一些贷款那另外中小企业的部分除了这个经济部的这个原来的1000亿的这个信保的方案之外呢，那中央银行事实上又定向的加了低率的这个2000亿的部分所以总共有3000亿，事实上可以让这个中小企业可以来纾困跟贷款，甚至于振兴来使用那等一下事实上何处长也会更detail 的说明，就是说事实上我们在这个方案里面呢，也愿意把中小企业的这个门槛做了一个放宽就是说
稍微原来贷款金额只能到8000万，那但是我们会放宽到1.5亿，也可以来适用这个方案那至于就是说右下角这个中型的企业部分来讲，那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企业基本上它的贷款呢可能会超过1.5亿以上，那我们还是要让这个金流可以到达需要帮助的人所以从这个信保里面会加了这个2000亿来满足这样的融资量的需要。那至于超过5亿以上的这个中大型，它可能就是一个专案或连带的部分，那个就是右下角700亿的部分。那至于说是更大型的这个像航空的那个纾困，可能超过100亿的一个案子的话，那可能就要用特别的专案那个就包括航空的500亿跟这个海运的300亿。当然还有一些事实上没有在这个图里面的还是有，比如说农民的贷款，那个有农委会它也有它的方案在进行那也有做利息补贴。那等到改天有这个农业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纾困方案的时候，我们再做全面性的一些介绍好，请看到下一页那这个是院长也特别指示的这几个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的政策的时候，都可以宽一点、快一点、跟方便一点等等一些情况。那我想就这个融资贷款的部分的话，所谓的宽一点，就是说我们已经事实上跟银行公会等等已经有了共识，就是说所有的案子递过来的时候呢，它不能拒收不能拒收，只要有任何拒收的情况这些不管是企业界来讲，它只要确定的是哪一个分行等等一些情况，打1988我们就会处理那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快一点就是说大家也希望就是说这个融资上去申请以后，到真正的核贷下来时间可以做缩短当然我们现在跟银行公会已经有一个共识有一些是很快，大概1个礼拜，甚至10天或2个礼拜等一下顾主委会做比较完整的说明。但是我们现在的统计案件来讲的话很明显的就是说大概现在如果你是属于旧贷展延的部分的话，90%大概8天就已经核贷下来那如果是新增的贷款，大概是75%大概是7到8天都已经核贷下来所以这个速度算是还是蛮快的一些情况那目前的案件来讲包括申请的案件跟核贷的案件等一下再请顾主委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另外还有一个方便一点，就是说当我们开通了这个1988以后，这个一站式的服务那整个就是说只要有任何的问题，你就可以打这个号码那可以获得一些咨询等等的一些情况等等一些情况。那这个1988的情况，等一下也许这个何处长跟这个沈部长现在的执行状况也可以帮我们做一个说明那另外一个就是像各位媒体朋友说明的就是说我们跨部会之间在行政院这边有成立一个融资的一个平台。那这个融资平台包括了经济部跟财政部、金管会还有银行公会，每天开会所以就是任何有关于融资贷款的问题呢，通通会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问题来做一些解决包括是个案也好，或者是样态也好，我们都会透过这个样态这个平台来做一些解决。那最后是院长也一直交代，就是说那我们这个执行面一定要落实所以也请这个包括财政部也好，或经济部也好，或金管会也好，会派出所谓的这个神秘客来试试看是不是有达到这个所谓的宽一点、快一点、方便一点这样的原则来做一些办理，那甚至也放入我们 KPI 考核的这样的一个机制里面好，我想以上就是我先的报告。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请那个经济部的中小企业处长？因为为什么找他？因为主要很多的这个信用保证基本上是信保基金在处理的，那主管机关大概就是中小企业处那请他来做一个说明，好不好？好，谢谢政委，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那现在由我来说明行政院纾困及振兴的措施。行政院嘅一般讲嘅政务委员
姜明贤呢，希望佢来做一个纾困的总指挥，希望佢除了讲亚哈指挥中心由恢副部长陈时中呢个做总指挥以外，咩希望讲纾困当然要有进度。韩国呢，家下一个姜明贤政务委员佢咩出来表示讲，接下来当然唔但将会针对一条贷款的部分来说明以外，田讲嘢。韩国后日会继续针对劳工、韩国税务一条纾困政策来同大家讲。希望讲一个纾困政策的方面，先前呢行政院长就有表示讲，要投入1.500亿元来推各界来做纾困振兴。故说呢，今比较早以前一个姜明贤今日表示讲，行政院长苏贞昌佢就有表示讲，接下来嘅申请所有嘅银行都做唔得每数一条案呢，唔但请爱按呢，韩国爱并用，韩国爱较极到嘅。本大家行卡呢篇，接下来要动到嘅申请案呢，核推咩位客極嘅位，比如講1-2禮拜，就希望愛夾夾留記一條錢拔下來，讓做得本一條企業、本一條民眾真實夾夾享受為多。故此呢，今日就要針對講中小企業一條申請嘅門檻條件會並用到1.5億元按度。韓國唔但請小型嘅企業、中小企業。中型的企業、韓國大型、超大型的企業，接下來就會有引流全面性的來聽數。家下呢，姜明賢咪講出一個當新的部分，就係講接下來呢，政府單位會派出神秘客去一個銀行一片來檢視，係唔係佢來做一個民眾去申請嘅角色，來看下政府單位係唔係有錢夾出來拔錢。故所呢，也以上就係差唔多一下一個紓困振興方案記者會進行到一片的重點整理，向鄉親朋友繼續來看。那第三個是振興資金的貸款，這個部分就分中小企業跟非中小企業，中小企業最高是2000萬，那非中小企業最高是8000萬。那這個部分是由信保金可以來提供8到9成的這個保證，也是一樣免收保證手續費。那補貼0.845的這個利率，那每家上限22萬元，那最長時間是1年。那這個額度的部分，因為這一次我們紓困2.0提出來，都增加了200億，所以我們這個剛剛政委提到中小企業最高的2000萬，我們會打算希望把它提高到1.5億元。那這個非中小的部分，我們最高希望能夠把它提高到5億元。那這個銀行這個是我們資金的一個企業資金的一個運用的調節池哈。所以這時候如果企業有需要借錢的話，當然第一步就先找銀行。但是有問題的話，我們經濟部這邊有一個馬上辦服務中心，都可以來跟我們提出這個你現在相關的一些困難。所以企業這個想要貸款就先找銀行，銀行這邊也感謝金管會跟財政部這邊都有提出一個受理的一個單一的窗口，每一個分行都有一位專責的這個同仁來受理我們的這個企業的相關的紓困或振興的一個貸款。那企業可以跟銀行來遞件，那當然銀行它就會審核你的條件，那如果順利的話就可以核貸。那如果沒有通過的話，就是我剛說的，我們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有一個馬上辦服務中心，0800-056-476這個電話，你可以打這個電話，我們就會馬上來了解你的實際的狀況，到底是你的企業有什麼樣的問題，還是銀行有一些資訊跟你有一些不對稱的情況，我們可以來釐清，然後我們會派輔導顧問去跟企業做了解，然後也可以協助企業備妥相關的一些文件，來跟銀行提出申請。總而言之，我們希望借由我們馬上辦服務中心財務顧問的協助，都可以讓企業借得到錢，貸得到錢。那目前來講，我們便民措施100萬以下的話，7個工作天核貸。那銀行這邊也配合提供簡歷的申請表，500萬以下15個工作天核貸。那這個也謝謝政委這邊幫我們開了這個協調會，銀行透過銀行公會也都把這個工作時程列為一個 KPI。好，那我這邊有舉一個案例來說明哈，這也是我們活生生協處過的一個案例哈。這個是在宜蘭有一家的小吃店哈，它因為受到這次疫情的一個影響，那付不出員工的薪資跟租金，那他有5名員工。平均薪資大概3萬5千塊，租金1個月要15萬。那當他發生這個問題的時候，他就來找到這個政府的資金紓困的一個方案。這邊有3個方案，其中
他选定了这一项营运资金的贷款，就是帮他解决薪资跟租金的这个问题，所以经过我们的帮忙，我们核算了他的这个需要，大概需要195万的这个额度，那我们提供这个利率上限的1.845的这个补助，那也协助他把相关的文件都备齐之后，然后跟银行来快速已经申请到核贷了，那银行也很快的就在10个工作天以内就核贷了，那我们提供10成的保证，也补贴了全额的这个利息，大概17000，大概18000块左右。那目前我们办理的情况，电话咨询几乎每天大概有500-600通的电话进来，所以这段时间我们已经进线了大概5884通的电话。财务协助就是刚刚说有困难找马上办服务中心，总共协助案件有119案了，那防疫千亿保，我们目前信保金核保的件数已经有560家，保证的金额30.97亿元，融资金额36.7亿元。从这个数字，我要跟大家报告，其实银行对旧贷展年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配合的，也就是说，不抽银根这件事情是当前我们对企业最大的一个纾困的一个政策。那银行在这个部分这个就是全力在力挺企业度过这个难关。那另外以下几页就来跟大家报告1988这个振兴专线，这个专线是在3月27号开通的那目前我们这个专线不管你是打手机或是市话，只要打1988都可以是免费，我们来提供服务。目前有10起的这个文字的客服，30起的电话客服，那另外还有3起的这个英语的一个服务。那这1988负责的是9个部会的一个专责窗口，也就是说，可能各部会提出了非常多的纾困振兴的一些相关的方案，那这些民众可能搞不清楚我需要哪些服务是在哪一个部会，没关系，你就记住1988这个专线，我们的服务的专线的同仁他会帮你找到相关的这个窗口，甚至希望能够在第一线，他就可以回答所有的问题，那这个部分我们每天服务的时间是8点半到下午的6点半，那智能客服是24小时可以提供服务，所以民众他可以透过电话、透过文字客服、透过 AI 这个进线进来，然后1988我们有专人来提供服务，所以我们提供纾困振兴的咨询的相关的服务，还有转接到各部会，那民众也可以将建立的意见给我们，我们可以来收集。那当然，民众可能有对一些相关的政策，如果有一些抱怨的话，我们也会把它记录起来。那所以我们可以转介各部会资源，转接到各部会的专线，还有提供相关部会的一些网站资源。那对一些案件我们需要后送的，我们也都会做记录来做列管，来追踪办理情况。所以每一个部会应该在1天之内就要来回复我们1988客服专线，这个当天转介的情况，隔天就要来回复。那我们每一周也会召开会议来追踪这个相关列管的一个案件。好，所以请大家帮我们宣传一下1988一救发发专线，纾困渡难关，振兴拼经济这个是政府提供的一个服务。谢谢。好，谢谢。那接下去我是不是请那个沈部长做一些？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经济部为了掌握我们产业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遭遇的一些困难，所以呢，经济部已经召开了11场次的产业关怀的座谈会，分别跟制造业跟服务业的朋友座谈。最重要呢，就是要去了解我们产业第一线的困难。那业者在融资贷款方面呢，也向我们反映一些状况，譬如说过去没有借过钱，所以没有跟银行打交道的经验。第二个，餐饮业的风险较大，银行贷款的意愿呢相对是低。第三个，我们掌握到的就是因为疫情的因素，不动产抵押的价值被低估了。那第四个呢，是银行的分行的承办人员不清楚企业的纾困的政策，转而去推荐个人的信贷。那我们也经过实地的协调，问题呢没有想象中的严重，
我们也透过行政院的这个融资协处的平台，大部分的问题都可以解决。还有一部分在处理中，我们都有专人来进行这一个专案的列管。到4月1号为止，经济部已经成功服务了5884件的电话咨询，119案的财务的辅导案例。同时，在财政部跟金管会的努力下，公民营银行也通过了407家的融资建设，核贷呢金额61.6亿。那信保方面申请了6649件，那金额是47.4亿。那核准了560件，那金额是30.9亿的一个信保案。经济部会秉持服务的精神，不管是过去没有跟银行打交道的，或者跟银行有不愉快经验的，或者是有任何疑难杂症的，都请打1988，就是一救发花的专线，我们会尽力来跟大家来服务。那我也举个例子来跟大家报告，就是最近报纸也讲，一家老字号的餐厅，过去呢从来没有跟银行打过交道，所以也没有借钱的经验。那我们透过马上办中心的财务顾问的协助之下，让他这一家餐厅很顺利的向银行借到了2000万的周转金。所以原本是4月1号要歇业，现在呢还继续的营业。所以这一个平台是有它的一个价值。那政府就是要扮演一个沟通协调的一个角色。我以上补充，谢谢。好，谢谢沈部长哈。那我也稍微补充一下，刚才沈部长特别提到，原来中小企业处就有一个马上办服务中心的一个电话哈，0800056476，那这个也可以持续打。那现在新成立的有一个1988的一些专线嘛，哈。那1988的专线我也补充一下，从3月27号到4月5号哈，总共接听了大概3150通好的电话，然后其中37%呢，就是关心的是融资跟利息的一些相关问题哈，所以事实上融资的问题跟利息的问题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那就今天而已哈，今天一个早上事实上就有700通的电话啊，那其中2项大家询问度最高的，一个就是融资贷款，另外一个就是劳工的这个薪资补贴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变成我们上次一直讲，就是说有关于就业的问题，还有这个融资的问题，这是2项重中之重啊。那我们持续会让大家了解怎么样来申办相关的一些业务。那接下来是不是请那个苏部长？好，政委还有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哈。那么接下来由财政部跟各位报告我们关于纾困振兴融资协助办理的情形哈。那财政部督导公股行库针对这一次疫情受影响的企业跟个人提供资金的协助。那么这个方案呢，大概分3个部分，一个部分是企业户的部分呢，包含了配合办理政策性贷款，以及以自有的资金提供专案贷款，跟既有的贷款就是延长跟缓缴的措施啊。那么个人的部分就是既有贷款的宽缓的措施，跟信用卡缓缴的方案跟专案贷款的部分。那么第3个部分是配合中央银行调降利息的措施，包含第一个就自用住宅贷款呢，只要在1000万以内，即使你超过1000万，那1000万以内的贷款呢，减码减息2码，就0.5%。那么消费性贷款包含车贷、信贷等等这些呢，那么各行归户以后，1000万以内呢，它减息3码，就是降了0.75%。那这个实施的期间是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为止。那么根据这个呢，我们在为了要提供民众这个更便利的这个所谓的协助措施所以我们在措施上面大概下一页。
啊，我们是本着从宽、从速、从简的方式啊。那么企业户呢啊，就是说我们已经请这个公股行库啊，针对企业户啊还有个人申办的程序啊，都已简化。那么企业户呢，他只要减负、受影响认定，还有报税、免税证明跟企业的切结书，那么他就可以来申请。那刚才政委已经说到提到过了，就是不能拒收哈。那么个人的部分呢，是以通信方式简便申请就可以了。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以从速、从宽的、从简的方式啊，提供民众跟企业能够迅速的取得资金，然后度过这个时候的难关。那么我们根据目前所办理的情形，到4月1号为止啊，下一页，我们总共呢在企业户的部分，总共受理申请3028户，那么总共的金额是申请的金额是676亿。那这个是这个申请的部分，核准呢总共1528户，那么221.6亿哈。那这边我跟各位要报告的，就是这3000多户里面有1624户啊，是我们银行公股行库自办的。那么其他1404户呢，是由这个所谓的纾困贷款政策贷款的部分。下一页，那么就个人的部分呢，我们总共接受受理的944户，那么金额有101亿，那么核准的件数呢，总共有595户，那么金额大概57.6亿左右。那未来呢，我们财政部会持续加强对公股的督导。我在上个礼拜召开的这个公股董总的会议那么要求他们从速、从宽、从简的来办理这个纾困的措施，同时也更新所有的行库的网页，希望让民众一目了然，同时也配合这个经济部的1988的专线，能够让民众多方了解那么能够顺利的度过这个协助民众顺利度过的这个难关。那么以上简要说明。好，谢谢。那是不是请那个顾主委？好，这个金流不中断哦，我想现在是院长的指示以外，我们是各财经部委所长的一个共识哦，希望让大家在这个疫情严峻的这个期间，能够做到金流不中断。那因为这个各部会都有提出相关的一些纾困的一些措施，那政委也很辛劳，以后会从礼拜1到礼拜5，应该是每天都要主持一下记者会。那因为相关的这些纾困的措施方案的内容略有不同，那因此呢，都会有很多的民众会来问。那所以我这边再次的帮忙这个经济部再宣导一下这个1988的重要性哦。那也感谢经济部。也就是说，民众会非常的介意说，那我到底到哪里要找哪个人？那虽然我们金管会在我们的防疫专区里面已经有列有各分行的电话了，但我想，各部会提出一些相关的纾困的作为，各个民众他所需要的内容可能不一，比如说有人可能需要交通部的，有人可能需要文化部的，那有人可能需要经济部的，所以我想1988的成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电话，那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能够帮忙宣导一下1988。那你打电话过去呢，经济部呢应该不会说这是文化部的，然后就把它转出去了，所以经济部还是会用这个1988来尽量满足各位的需要。所以我这边特别在开场的时候，再次的感谢经济部设置这个电话，来解决这个所谓单一窗口解决民众疑难杂症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设计哦。那另外，刚刚沈部长也好，刚刚龚政委也都提到了，现在有一个纾困的平台，那有很多民众都提到说，或者很多企业都提到说，他要去贷款不容易啦，或者是说要求要有担保品等等的，那我们都希望要有一些具体的个案哈，那这些具体的个案，金管会作为一个监理机关不好出面去做个案的协调，所以我们也很就是说成立这个纾困的平台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就是如同刚刚中小企业处何处长讲的，就是说，银行如果核贷不通过，你就先到这个中小企业处的这个
这个马上办中心，然后寻求一个协助。所以我想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设计，让这个民众呢，如果说有碰到碰壁的时候呢，那会有一个去向来帮忙你了解，没有办法这个银行初步审核没有办法通过，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可能你不是很熟悉如何贷款的一些事项来为你进行来协助你啊。所以我想先说明这2点。那再来就是说，刚刚经济部也提到了，就是说我们要防止抽银根，所以现在有一个可以旧有贷款展延。那这个旧有贷款展延是你去维持原旧贷的这个额度，然后呢再去申请这样子的一个旧有贷额度的一个展延。那事实上在我们金管会这边呢，我们也已经透过银行公会做成一个正式的决议。那我之前已经讲过，这边再讲一遍，所有在110年6月30号以前到期的贷款本金呢，只要你跟银行表示你有继续营业的意愿，即使你现在还在停业当中哦，你表示有营业的意愿，你按期能够缴纳利息，那所有的本金都可以展延到110年的12月底为止。所以我举个例子，你比如说你现在是5月1号到期，你就可以要求它展延6个月，到了6个月期满，你又可以再要求展延6个月，一直可以展延到明年的12月底为止。这个是不管有没有得到利息补贴方案的哦，你就可以要求。那你如果同时符合刚刚经济部讲的这些旧有贷款展延的这些的条件，然后你可以去要求一些利息补贴的时候，你当然可以去请求利息补贴。所以你只要展现出你有继续营业的意愿，那本金全部可以展延，那按期缴纳利息。那利息的补贴方案就是按照各部会，那可能你是属于文化事业，你有文化部；你是属于农委会的，那你可能农委会；那你是属于经济部的，你可以向经济部申请。我想这样的说明，不晓得大家能不能理解？就是说，银行公会是决议一个最基本的，就是说本金是全数都可以展延到明年的年底为止，每半年展延一次，一直到明年的年底为止。利息的补贴就按照各部会的这个方案去进行。那另外个人的部分呢，也是可以展延。那我想个人的部分应该在下一章，我就先讲第1页的问题。好，先跳到第1页。那第1页我再说明一下，有很多人反映了，包括立法委员也跟我质询说，常常会比如说你借个5000万，那他就会要求你说把其中1000万回存，作为担保。那我先说明，你借钱出来以后，他交你1000万再回存，这是完全不合我们金管会要求的。有任何的个案，我们会进行检查，然后来惩处。那有一种状况就是说，他在核贷以前就跟你讲说你的担保可能略有不足，那我们希望你拿出这个1000万，你的资金放在这个银行做定存，作为加强担保，那你才可以借到5000万。比如说这样，那这个我们这一次也特别要求了就是说，因为国家已经出面做了信用保证，国家等于帮忙银行承担这个风险了，风险已经适度的分散。所以只要是中小企业的信保基金出来承担了80%以上，不管事前要求拿定存做加强担保，或者事后要求借到了钱再回存，都一律禁止，所以我如果有任何的个案，我想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马上来看看是哪一家银行做。所以这个旧贷展延的案件，那个你既有的那。还有其他的这个贷款都一样，如果这个信用保证，中小企业的信用保证已经保证了80%了，那都不可以再增提存单作为担保，这是我们现在对银行的一个要求，也要特别跟大家说明一下哈。那另外就是说，债务协商的这个门槛过去可能你跟好几家银行，那这个决议的门槛可能要债权总额2/3以上的银行同意，那我们现在把它降低到1/2。那另外呢，银行也不可以再增提说负责人或实际负责人以外的人作为保证人那另外就是说，
将这个纾困振兴贷款案件的时效，刚刚几位首长都已经有提到了，500万以下，我们营运资金的贷款不能超过10个工作日，振兴贷款不可以超过15个工作日，100万以下的新贷案件的7个工作天都要核贷完毕。现在这是我们几乎现在是刚刚龚政委讲的，每天都要开会，然后要紧盯这样子的一个执行的一个状况。那所有你要申请缓缴或者展延的期间都不会影响你的信用的记录，这也是我们要求银行要能够做到。那个人的部分呢，下一章，个人跟好，我先讲一下个人。那个人的这个申请要缓缴或者是展延的这个部分呢，那信用卡就可以申请缓缴3到6个月，缓缴期间都不可以收违约金跟循环利息。那个人的信用贷款、车贷还有房贷都一样，都可以申请展延3到6个月。那展延的期间也是一样，免收利息跟迟延利息。那当然，现在因为央行降息1码，所以现在全数反映的结果，自用住宅你借2000万，在1000万的额度之内呢，就可以在公管库可以减2码。那么其他的部分在1000万元以内也可以减3码。那我要跟各位再报告了哈，就是说现在央行拿出2000亿，央行拿出2000亿出来，这个叫做转融通，它意思就是他把钱给了各个银行，各个银行可以去向央行去申请，在这个2000亿的额度之内，他去跟央行申请说，我拿到这个信保的90%的配合。那么我贷款出去的，就利息就只有年息就是1%，不能够超过1%。那你如果不向信保申请90%，你要自办，那这个贷款利息也不能够超过1.5%。这个在央行的2000亿的额度之内就是这样子。那央行现在也已经承诺，事实上在龚政委那一天提出来，央行也同意，如果不够的话，央行愿意再拿出2000亿，央行愿意再拿出2000亿。所以我想。这个利息，一方面，那你这个利率，你有拿到了这样子的一个利率，我相信就可以帮你去，这个是1年了哈，可以疏解这个难关。那如果还有任何困难的话，你当然可以再搭配经济部也好、农委会也好、文化部也好，他们其他的这些纾困的贷款的方案，也是一样可以来用。因为央行的这是有额度的，央行这个是在1%，这个是每户200万以内1%。100万，然后1.5%是600万以内，我的了解是这样。那如果，所以那一天有在提到说，愿意把这3000万再加码到7000万，那其中就是央行如果说有必要，央行可以再拿出2000亿的7000亿出来，可以再拿出2000亿。那信保现在也如果说这个特别条例再修正通过的话，信保应该可以再拿出200亿，就可以乘坐到2000亿的这个额度。那刚刚龚政委也提到了，因为我们现在第一阶段是主要针对比较中小企业的这个部分，接下来可能要针对比较中型企业的这个部分，额度会放大，那个贷款的额度就会放大一点。好，再下一张。那下一张我们说明一下，金管会有一个纾困专区来揭露的。那这个其中它会连接到银行公会，那银行公会要收集所有的银行为要因应疫情提供的贷款的产品跟债务协助的机制，在该这个公会里面的网页要设置专区，所以你进到金管会的防疫专区连结，或者直接到银行公会，可以去收集到所有银行他们自办的也好，提供的纾困的专案也好，它上面都有一些资讯。那我们本身也有连结各个银行受理这个纾困贷款的一个专责的窗口的电话，应该是我了解，应该是到每一家分行，一个银行底下的每一个分行，是不是？总行，说总行。那另外我们会汇总这个所有的纾困贷款的纾困振兴贷款的汇总的一个资讯，那每周3跟5呢来更新统计。那另外我们针对有一些疑义会有一个 Q&A。好，下一张。
那另外，我们为了要鼓励本国银行来加速办理这个纾困振兴贷款，所以我们就现在已经拟定了一个奖励。这个奖励大概就是大致上就是分成金额比较多的，那金额比较多也有绝对金额跟相对金额，因为有些银行大，有些银行小，所以要看它整个贷放的余额去除以它这一次纾困贷款的这个金额，然后来看一个比例。那有件数组，件多少件？那效率就是说核贷的天数也列入我们这次项目之一。那这些如果表现好的，我们会提供一些申请业务上面的一些有利的一个评分啦，然后也会来办理这个奖励的一些作为。同时，我们也会请各银行要内部也要对绩优的分行来办理奖励。那最后再说明一下，就是说目前纾困的一个办理情形，刚刚其他所长已经有提到了哈。我们统计的是公民营加起来，公民营加起来是到4月1号为止是2033件，申请的金额已经来到了304.3亿元，304.3亿元。那核准了407件，核准的金额是61.6亿元，这是公民营加起来，这个是属于纾困的。像刚刚苏部长提到的，他那个是公股行库里面又有纾困的跟他们自办的这2个加起来，那所以我想我们每天都在紧盯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进度，而且如果有被拒绝的也透过这个马上办中心了解之后呢，也会拿到这个纾困平台里面让大家了解说，被拒绝的原因大概是什么，然后再进行一个辅导等等。以上报告。好，谢谢。我想我再补充一下，刚才顾主有特别提到，事实上在 KPI 里面除了案件数跟这个事实上承办的这个缩转的这个天数所以效率的部分也是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刚才有特别提到了，就是说100万以下大概7个工作天，然后500万以下呢是10天到15天以内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实际数字事实上比这个更实际上比这个更缩短。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如果是这个展延的案子呢是90%，基本上在8天之内都完成了那如果是新的案子大概75%，基本上7到8天以内就完成所以的确有产生那样的效果另外一个就是说有关于协处平台的部分目前我们帮忙协处的部分比如说来讲，因为适用我们的方案里面要有一些门槛在经济部的这个条件里面，比如说你的业绩要衰退15%嘛或者是你至少要有一个税籍资料等等的一些情况但是有一些它是没有满足这样的要求的。那没有满足这样的要求没有关系，事实上我们就会把它转介到这个，就是包括公股行库它有自办自办的纾困，那事实上也都解决了这样的问题那唯一到目前为止没有办法解决的就是说，他们过去的信用记录比较不好的那个部分就比较难处理。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几乎通通可以处理。以上做一个说明好，那现在我们是不是就开放给媒体朋友询问？那我们先请 TVBS 一轮，然后等一下的话是伊甸市云仙。好，那接下来是上座。各位好，我是 TVBS 的记者一轮，想请教一下，因为这个说应该是苏揆之前讲的纾困陈时中的这个直接登场了，那跟之前就跟我们现在每天指挥中心陈时中开的这个状况会类似吗？就是时间点有没有固定，然后是每天都开吗？包含假日，甚至是就是一些做法跟指挥中心那边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另外还包含是新加坡刚刚也宣布说，他们要再额外补贴300新币，总共这一次可以拿到12000，就现金补贴。那台湾接下来会有类似的做法吗？好，我先把那个就是每一天的这个记者会的情况说一个说明基本上来讲是我们每一个上班日都会原则上来讲的话，每一天的下午的3点半，也就是在这个指挥中心的这个记者会完以后，那我们紧接着就会来开这个记者会的说明。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假日的部分可能我们就没有来召开。那主要原因因为我们最主要还是在
金流上的一些协助，那或者是这个劳工的一些相关协助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基本上在假日的时候，整个金融业是歇业的嘛，所以它的这个纾困的会在原来，所以我们这个就跳过，大概是情况是这样。那另外一个是新加坡加码的部分那我们也会随时关心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那也当然值得我们参考那我们都会把它收集起来。但因为每一个国家所遭遇的疫情的状况不太一样，那它的这个产业发展或者是就业状况也不完全一样所以办法上是每个国家可能也会有一些差异的但是都值得我们参考，我们也会来参考。好，那我们先伊甸是云仙。各位长官好，想请教一下，在野党是呼吁说直接来发现金，就像新加坡目前采行的一样，因为他们的基准点是说，coupon券如果是说累积消费达到额满来回馈的话，基本上我本来就在放无薪假，有经济困难的话，怎么会去消费满额呢？第二个是绑国旅、绑行动支付，它对很多中高龄或者是说我本身就已经没有意愿出去玩了，那我要怎么来得到这个纾困？会绑死产业跟绑死自己。那另外一部分，我们执政党的立委也有呼吁说，针对有做这些防疫补贴跟振兴措施，是不是要给予减税或免税的部分？两个问题，麻烦。好，谢谢我想这样这当然大家也关心是不是要发这个现金或者是消费券的一些情况嘛那在礼拜五的记者会的时候，院长已经很明确的，就是我们有4大方向，就是企业不能倒、就业不能失、物流不能停、跟金流不能断那这样来讲才是比较全面性的协助到整个经济的这个活力跟能量有一个保温的一个效果那终究还是要让我们就业的状况可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状况等等一些情况。那如果单纯的只发现金的话，对于就业的维持并不是一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法，但是我们也尊重，因为我刚才提到每个国家的国情不太一样等等一些情况。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资源毕竟还是有限我们还是希望真正能够帮助到需要帮助的人等等一些情况。那因为过去在2008年的金融海啸，我们也实施过这个消费税嘛但是消费券那成果事实上是比较有限，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会直接发现金会产生，第一个有可能会产生替代消费的一些效果或者甚至于把这些现金基本上就存下来。那我们还是希望这些钱真的用到真的需要的人的身上这样才可以达到一些纾困甚至于将来有一些振兴的一些效果。我不晓得这个部分是不是司务长还是要补充一下？我来说明一下，大家在关心的就是这一个所谓 coupon 的部分。这个部分来说的话呢，可以看得到，刚刚我们政委也提到，就是呢，希望这一波的纾困是希望去来帮助这些受冲击的产业。那我们这一波呢，最主要就是内需型的服务业，因为大家不敢出来消费，所以导致于整个没有现金的收入。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是也在规划的这一个所谓的 coupon 的这一个所谓优惠的部分。那这个折扣优惠呢，最主要就是说你来消费我来提供折扣的优惠。那最重要呢，我们一直希望在这个疫情稍微和缓了以后，那指挥中心宣布了以后，我们就会马上来启动，来满足大家的一个期待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也会采取这一个每人每月每平台上限1000年，那政府会回馈25%，然后老人家用的这一个所谓的敬老卡，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会来这一个也就是所谓的悠游卡的部分，一卡通呢这些也是上限1000年，那我们预估也可以来带动呢将近这个10倍，大概1000多亿的一个商机
那大家一直关心的还是一样，就是这一波因为境外移入的个案较多，而且希望保持社交距离，有这样的一个情境，所以我们等疫情好一点，我们就会马上来启动。好，好，晓得。还有媒体的朋友问讲，好嘞，风传媒。那我们等一下下一位是民视。请教一下龚政委，我们这次7000亿的贷款的部分就是中大型的部分只有规划700亿左右。我们是预估说这次中大型企业在这一次疫情里面受创的程度会相对轻微吗？还是说我们对中大型企业如果发生问题的话，我们会有别的纾困的机制，包括说刚才顾主委讲的，就是债权协商的部分，那个门槛降到1/2的部分，就是纾困的方案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针对就是中小企业的那个利息补贴的部分，那个0.81%的部分，刚才何处长那边有提到，就是有订定利率上限的部分。请问一下，这部分可以再跟我们说清楚，这个方案是不是那个利率上限是不是就是你讲的那个1.845的部分？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纾困的方案的部分，就是说，因为这一次疫情可能不会这么快结束，就是我们对于受创的产业部分，包括就是餐饮业的部分，就是我们会不会担心说，到时候有些业者借钱以后，可能撑不过这次疫情结束就倒掉了，那是不是损失就是银行这边承担了？好，谢谢。我先来说明一下那个就是中大型那个700亿那个部分哈。那现在就是这样，因为我们也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事实上都有针对他们的这个资金贷款的需求哈，事实上有做过沟通跟调查哈。那比如说经济部的部分哈，他们算起来绝大部分还是中小企业了哈，他们需要的资金，所以为什么刚才提到了，原来是8000万以下哈是满足的，但是现在呢，我们把它提高到1.5亿嘛哈，那大致上都可以满足了所有的中小企业的部分。那另外来讲的话，这个1.5亿以上到5亿之间，大概也绝大部分可以 cover 的绝大部分了哈。那至于就是说5亿以上的这个部分哈，就是看到的是比较少数的个案，但是我们还是会要帮他。所以还是要有一个方案来帮他们。那这个方案来讲，就会，它执行的办法就会像航空一样哈，他们会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他们会透过一个审查机制，然后透过这个银行的连带的方式来做一些处理，那个比较算是专案等等的一些情况。那基本上是有透过一些调查哈，做这样的一个分配哈。那第二个就是有关于这个何处长是不是也简要再说明一下？刚才就是有关于利息补贴的那个部分，好，再说一次好吗？好，谢谢这位媒体朋友哈。刚刚提到1.845是指薪资跟租金的所谓的营运资金的贷款，我们可以补贴6个月，那这个贷款利率目前就是1.845的上限，这个是我们全额补贴，也就是说，你有薪资跟租金这个需求的话，我们可以来提供这个企业最高500万，然后全额补贴这个是1.845，1.845，6个月，这个我在这边补充一下。对，它就是它的基本上它的的方案里面基本上有3个了哈。最左边那边就是旧案展延，我们刚才提到过了哈，绝大部分都可以展延了。如果说银行它愿意降息的话，降利息的话，这个是政府补它了。另外中间的这个部分就是等于是有点像周转金了。那周转金的话是很快的需要周转，那所以它有一个上限。那这个500万呢，基本上是信保经纪是十足的担保，十足的担保部分，那就是银行它就是很快的就可以来核定，很快。那右面振兴呢，它是规模就会比较大一点，那现在当然中小企业是到原来是说2000万，它现在已经可以提升到1.5亿嘛，那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一些需求，这个部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也说老实话，我们也做一些估算过，从过去 SARS 的经验等等的一些经验，我们当然也知道，这样的金流不断的情况之下，
当然也有一些企业可能会造成违约的一些状况，那这个都有在我们的估算里面。好，我想就是说损失是不是由银行承担这个问题？我想这一次之所以会扩大这个中小企业信保基金的规模，目的当然也就是政府出面，在这个有一定的杠杆的效果，它100亿它可以承担到1000亿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保，那来做一个一般有一个大数法则嘛，大概就是说承保的能量100亿就可以10倍，那如果有300亿就可以到3000亿，那它不管是8成、9成或者甚至10成，那它就有效的分散银行的风险。那一旦银行面对有一些真的熬不过这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那这个部分绝大部分是由信保来去承担哦。那之所以要这样子，我想这个是对银行好，对产业好，也是对整个社会好。原因就是在于在这样子的一个艰困的时刻，你如果能够救起大多数的企业，它一时的营运周转金的困难，或者它需要再进一步去振兴，那找不到资金，让它金流不中断，那应该是可能90%的企业都可以活得下来。那这个就是让这个产业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产业继续维持下去，银行就不会因为它产业维不下去，它变成倒账。那就银行真正的是你降利息，或者甚至国家提供利息的补贴，而让它这个资产这个品质可以维持，也就是让它不会有大规模的企业倒账的结果，这对银行是好的一件事情，这对银行是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想，这个之所以银行也愿意来做这样的事情，都是为了要维护客户的信用。所以只要信用的违约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下，像我们现在预放的比大概都只有0.2几。你知道 SARS 期间我们的预放比是高达6%到8%左右，那个是可能是现在的30倍左右，所以那个时候会更困难。那现在银行的体制相对健全，预放比也就是说违约的比例借出100块钱，那只有0.21% 的违约，像这样的一个很低的比例，我想让银行可以撑得体制算起来应该是相对比较健全。那如果说这个预放的比例不会因为这一波有大幅的提升，让对银行来讲，它就是能够继续维系这个客户的跟他的关系来往，那这个企业也挺得住。我想这是这一次纾困一个最大的意义。我想我也补充一下哈，比如说在这个方案里面，中间那个营运资金的贷款，我们是要求不减薪不裁员，所以即便将来这家公司它没有撑下去的话，但是我们当然因为我们是十足保证，所以它的这个信用违约的部分是信保基金它会付。不过 anyway， 它这一段期间，因为它已经保证它不减薪不裁员，所以基本上我们是间接的协助了这家公司里面的员工。只要我们有协助到，我想这个就值得来努力。好，接着我们先请民事，待会我们工商。想要先请教政委因为现在就是大家很关注这个谁来救台湾的经济，那您可能也是被誉为说是这个纾困版的陈时中，你有没有信心可以让民众或者是企业有感？那另一部分想要请教一下这个沈部长因为您刚才说提到1988的专线，那目前大概指派或者加派多少人力来因应？有没有可能民众拨打这个专线会遇到盲线或打不通的状况？好，我想那个纾困的陈时中，我们在座的全部都是就是说他是一个 team 每一个人都是，只要对我们纾困有帮助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陈时中我们希望都可以做好这样的一个工作。谈到这个1988这个一救发发的部分呢，可以说在上礼拜一开始成立的时候，我就亲自跑到这一个整个1988的服务中心去了解。那他们现在呢，就是有这一个有信任的，大概现在在接线的部分就有30位来从事这一方面的这一个服务。那最重要呢，就像今天这个我们顾主委的这些资料，我觉得蛮好的。那这些我们都会把它call起来到那边去，内部的信任。
因为这些都是蛮实务的东西，让我们1988的同仁能够来进入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情境，让我们的这些需要协助的企业界朋友感受到，讲的都是很务实、很实际的这些服务的辅导的纾困的方式，而不是在谈那些理论跟原则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我们今天都会把它整个扩到我们的这个1988的我们人人的训练里面，业师来训练他们。好，以上补充。好，我们现在请就是刚刚那个工商先，然后待会联合影音，台视稍等哈，稍等，这边。你好，想请问一下那个自营业者的补助的问题。那上礼拜有宣布说要1个月1万发3万，可是立委说这个标准太高，那让很多工作很多年，然后没有一定雇主，然后业务承揽的劳工根本难以申请。那想请问一下，我们是不是还会做调整？那可不可以说23800以上就是每个月补贴，那23800以下是提供工作机会？那这个补贴大概什么时候可以领得到？谢谢。好，谢谢。我想这个问题详细的说明，因为明天我们刚好会针对这个议题来做一些讨论。那劳动部应该会做比较完整的说明。不过就行政院来讲的话，因为已经就是至少我们在行政院院会里面是拨了300亿的预算给这个自营工作者的部分。那我们只是有2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排付。所以自营工作者里面你必须要排付。那第2个就是说，他不要重复的领取补贴，因为在各部会还有其他的方案，不要有重复领取的。就这2个原则，那劳动部去设计一个真正可以帮到我们自营工作者的部分。那这个300亿的预算就是会用在他们的身上，绝对不会说用不到，因为这个就是要用在他们的身上的。好，接着联合影音。是有点提问，我想请教一下政委跟那个沈部长，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酷碰的部分啊，纾困是为了要去帮助这个受冲击的产业，但是这个整个疫情的影响，它其实不只影响企业，也影响民众的生活嘛，所以要排除这个替代性消费，就是有民众有反映，就是说，其实现在目前好像是做生意有补助，但是对消费者的这个优惠的确实有一定的门槛哦。那部长跟政委这边怎么看？那另外就是说，以刚刚的这个解读的话，是不是可以解读说，这个直接发现金啊，或者是消费券这部分是已经没有在考虑内的？另外有一个就是说，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有提到，就是说希望就是说，在这个补助纾困的部分呢，能够也免缴纳这个所得税。这个部长这边怎么看？好，谢谢啊。我想第一个还是 coupon 这个部分，那我要特别说明的就是说。因为 coupon 还是鼓励大家去消费嘛，虽然它有一些行动支付的一些方式啊等等的一些情况，但是这个部分恐怕我们还是要配合这个防疫的指挥中心在宣布，就是说现在就是当比较合适大家出去消费的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些启动。那这一个阶段真的是纾困补助，比如说员工的薪水的问题，或是你营运成本的一些问题，让你金流不要断。是着重在这个部分。那等一下也许这个刚刚在关心的就是说有没有什么门槛？完全没有门槛。对，没有门槛啊。这个当然是到了疫情指挥中心他觉得适当的时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启动。那至于就是那个郭国文立委他提到的这个税的问题，是不是？我请那个我们已经有一些因应了。好，谢谢。我想我这边跟各位媒体朋友报告，在上礼拜的这个行政院临时委员会里面事实上我们已经增订的特别条例第9条之一那里面规定就是受疫情影响，而依本条例还有传染病防治法第53条以及其他法律的规定，从政府取得的补助、奖助、津贴、补贴跟补偿。一律免征所得税，所以这一部分的话，基本上我们这样的一个考量是希望能够扩大这个所谓纾困的效果，让领取补贴、补助、奖助的
这个民众啊能够有实质的100%的这个补助、奖助，还有这个津贴啊。那么这样一个方式，主要是能够这个减缓民众不用再课税，然后减少他实质补贴的一个额度了哈。那我们估计大概这样一个税收的损失大概78亿左右。对，也就是我们在特别条例修正的时候，已经把这个议题已经放到里面，而且行政院院会已经通过了。好，接着我们请台视，然后待会是联合。请问一下关于酷碰券的部分，因为使用这个线上支付平台，毕竟还是稍微消费的时候有门槛，想要请问你们有预估的使用率大概是多少？好，等一下，就是说，我了解，对，大家可能在关心的就是预计的使用率啊。对另外有一个比较低门槛的，几乎不要门槛的老人那个部分，对，好，我也来说明一下。虽然大概以目前来说的话，大概有几个平台，那这几个平台大概目前算起来大概有875万户左右。那比较活跃的用户，也就是说比较常使用的部分，大概我们抓了70%，大概有70%，所以大概588万户，也将近600万户哈。那刚刚提到门槛的部分，尤其我们也是希望不要有数位落差，少年人可以用行动支付，在上年纪的部分，65岁以上的老人家用敬老卡的部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比较不会有数位落差，少年人去行数位的这一个行动支付，老人家去用这一些悠游卡、一卡通的这个部分，那这样起来可以说，少年的、老的都会当用，对大家都好，谢谢。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担心，就是说有些年纪比较大的，他们不习惯用行动支付的部分，因为事实上现在行动支付也非常方便，他只要下载一个 APP 就可以了。但是即便如此，如果老人家还是不习惯使用的话，那基本上经济部会发一个敬老卡，那就用那个卡来做一些使用。好，接着我们请联合，再来苹果，然后之后是经济。不好意思，想请教一下那个营运资金贷款的部分哦，因为过去的经验，其实银行借贷给企业都是因为企业要投资或是采购设备。那这一次的营运资金贷款是说，企业只要单纯只是想要借贷款来发薪水，都会通过核贷吗？那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刚刚顾主委有提到说，如果企业愿意一直经营下去，会放宽门槛？实际上，我们跟银行讨论的部分，他们到底配合的程度怎么样？谢谢。好，那个基本上我刚才特别提到了哈，就是说，像中间这个营运资金贷款啊，因为我们政府就是信保已经提供10%的这个保证嘛，意思就是说，这个企业如果他真的因为到后来营运困难没有办法还钱的话，基本上这个钱是信保会支出的，所以银行基本上它不会损失。所以但是呢，我们就要有一些条件，就是说，你这个公司你是要持续营运下去，而且你这个钱呢，基本上不是放在你自己的口袋里面，你是为了营运，让这个公司持续的下去，然后把这些钱去付你的这个薪水等等的一些情况，那我们就这么大方的，等于是免息，而且是十足担保借给你来使用的。我说明一下，刚刚提到那个展延到110年的。这个是属于旧有贷款的展延，那你自己营运资金贷款，这个是属于你新增的贷款。你现在要去做一个周转金，或者是你有发放薪资的也需要，你就要去新增一个贷款。那至于刚刚讲，就是说只要你有继续营运的意愿，那么你就向你的银行展延，那一次展延6个月，那最多也可以展延到110年12月31日为止，那是旧贷的展延这样。那个是左边的一个方案。对，那左边这个方案旧贷展延，你能不能得到利息补贴？那又要看你有没有合于这个经济部的方案或者是文化部的方案这样。好，接着我们请苹果。我想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有一些核保的件数有通过的一些案，那就我们现在所统计，哪一些产业它申请的
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那哪些产业它可能需求会比较大？尤其是中小企业的部分，有没有做一些类别可以跟我们说明？谢谢。这个我们后续再做一些统计好不好？因为现在就是说，我们每天都会 update 这些资料了。好，那我想我手上是有区分出经济部、交通部跟文化部的，那当然是经济部最大宗。那现在以资料上来看，经济部是1710件合计，交通部是315件，那文化部是这个8件，它是比较少的这样子。对，经济部还是最大宗啊。至于说经济部下面的到底是属于制造业或这个商业啦，那我想我们后续再陆续的向对外说明好了。好，那接着我们请经济。你好，我是经济日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在振兴贷款从原本的2000万、8000万再提高到1.5亿、5亿。这部分我们就是预估会受惠的各种行业，包含制造业啊、中小企业、服务业的加速，应该也会成长。那是评估成长多少？那还有这部分我们是也开始实施了吗？还是有预计的实施日？好，这个部分是不是请那个何处长来说一下？因为他做过调查了。对。好，谢谢这位媒体朋友的提问哈。我们因为这一次有增加了200亿的那个信用保证的专款哈，所以我们这一次可以把家数本来是3万多家，增加到10万3千家，好，10万3千家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可以来受惠。还有媒体朋友有任何问题吗？好，来，风传媒。刚才龚政委有提到，就是那个营运周转金的部分，企业必须要承诺不减薪、不裁员的部分。对。但是因为这个方案其实有涉及到，就是其他的部分同样也有涉及到类似企业的赤道原则的部分的，请教一下。因为这次还有针对艰困企业的薪资补贴，有经济部这边要补贴40%的部分，请问一下，我们现在所有方案里面承诺不减薪不裁员的方案有哪些？那哪些就是说观光旅游业那部分有包括在里面吗？目前看起来，承诺不减薪不裁员，这个是就是营运周转金，这个是非常具体的哈。那其他的部分那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薪资补贴40%那个部分呢，是企业它要承诺至少给员工保障80%薪以上。它才可以适用，而且这个部分，所以条件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因为那个是要确保这个，这个厂商啊，他也希望，因为他还是把这个员工当作他很重要的资产啊，那不要让他离职，那他也愿意就是说，出一部分的薪资，那员工也可以少少分担到一部分的减少薪资，那政府也愿意付40%这样子。还有媒体朋友有问题吗？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就到这边结束了，谢谢大家。好，谢谢，明天见，谢谢。